細個嗰陣，父母或者老人家會哼住歌仔哄我哋瞓覺，原來呢個傳統真係有科學根據㗎。研究話聲音可以幫人瞓得好啲，瞓得耐啲，減少半夜起身嘅機會。今日同大家講下有乜嘢聲音最啱用嚟哄瞓。第一種係古典音樂，柔和簡單嘅旋律，緩慢節拍及重複嘅音樂，好似搖籃曲咁，就最啱小朋友放鬆，製造安全感。第二種係白噪音或粉紅噪音，即係好似抽氣扇、風扇或者吸塵機嗰啲嗡嗡聲。點解呢啲單調嘅聲音反而會令人瞓得着？因為佢可以遮住其他嘈雜嘅聲音，譬如街外嘅車聲、突然嘅狗吠聲等等。而且呢啲單調嘅聲音仲可以令人放鬆添。第三種係大自然嘅聲音，好似落雨嘅聲音、海浪聲、微風吹嘅沙沙聲。呢啲大自然嘅聲音可以幫我哋減低緊張，放鬆心情。點解聲音可以幫助瞓覺呢？因為當聽到呢啲聲音嘅時候，會減低交感神經系統嘅活動，令我哋唔會諗咁多嘢，產生正面情緒。音樂節奏會配合呼吸，製造平穩同步嘅效果。而家網上同電話 Apps 都有好多呢啲助眠嘅聲效同音樂，但係要記住每個小朋友都唔同，有啲鍾意聽音樂，有啲鍾意聽大自然聲，有啲就乜都唔想聽。家長可以試下問小朋友鍾意邊種聲音，留意佢聽唔同聲音嘅反應，係咪特別開心，定係好煩躁？瞓得好唔好？記住唔好太大聲，利用安眠擴音器接駁藍牙，細細聲播就得。如果見小朋友真係聽得好舒服，咁就繼續用落去啦。慢慢佢就會將呢啲聲音同瞓覺聯繫埋一齊，形成一個好習慣。